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間喺蓮塘口岸嘅頭療養生館，性價比同環境都好正。喺蓮塘口岸地鐵站口出，跟住直行去到 A3 口出站。出咗地鐵口就向蓮塘口岸方向行，去到口岸人行通道就轉左。如果係由口岸出嚟嘅朋友就轉右，行到喜茶個鋪位左手邊個門口，直接上樓。門店喺5樓。唔多囉嗦，而家帶大家睇下鋪頭環境。呢間養生館主打頭部保養，可以幫你檢測頭皮狀況，改善各種頭皮問題，好似頭皮痕、頭痛、頭暈呢類不適都搞得掂。順帶仲可以推拿、肩頸放鬆成身，首次消費大概100蚊左右，性價比超高度嘅女技師手勢老練純熟。好多朋友落深圳買完嘢返去之前，順道過嚟放鬆體驗非常舒服。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撥打視頻上方嘅電話預約㗎。